没问题。就你不客栈，侬客栈，方便话汉语面的当中，侬客栈方便话，买点面，熬辣椒，过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这忙个，恁侬订过来做道面的不费，千忙。他们就前往，买点，买点面，熬辣椒，过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，千忙个，千忙这个。买点面熬辣椒，过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这个，买点面熬辣椒，就是要想办法。辣就是找的意思，辣就是找，广东话里就是这个字。辣椒过椰酥，告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前往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潜伏，偷偷的看。千忙这个，他们的前往，买点面熬辣椒，过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这个，就是语气词。妹子是个嘎木头灯，买点面熬辣椒，过椰酥，啉杯酒，千忙这个，他们就偷看，就是盯着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背呀哈，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的朋友，照当罗马杯，能量自茶肉，杯子老干杯罗杯，啊啊啊